各位香港街坊注意啦，好消息！2026年公共福利金終於官宣上調啦，加幅足足有2.2%，仲有綜援都同步加價，標準金額一樣加2.2%，租金津貼都加咗1.3%。今次呢個加幅真係實打實，幫到好多有需要嘅街坊，無論係長者、傷殘人士定係低收入家庭，都可以多啲補助，減輕少少生活壓力。相信好多街坊一聽到加福利，第一反應就係真係加幾多？幾時開始有？我夠唔夠資格申請？要準備啲咩文件？申請會好麻煩咩？唔使急，唔使慌。今日我同大家逐樣講清楚、講明白，從福利金同綜援嘅加幅詳情、各項津貼嘅新舊金額，到申請資格、所需文件、申請渠道，再到大家最常問嘅各種疑問，通通一次過解答，確保每一位街坊都能看懂，記得唔使走冤枉路，輕輕鬆鬆攞到屬於自己嘅福利。首先我要同大家講下，今次呢個福利調整唔係隨便加嘅，係有正式機制鉗。根據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簡稱社援指數嘅年度變動來執行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呢個加幅係穩定有保障㗎，唔會係一時興起。而且生效時間好快，係2026年2月1日起就開始，仲可以追溯生效添。換句話講，如果你本身已經係領取福利金或者綜援嘅街坊，從2月1號開始，你個銀行戶口就會收到加咗之後嘅金額，就算之前有少少滯後，都會補返俾你，唔會蝕底地。另外，今次調整仲有一個重點，就係財政影響，每年會新增大約16.6億港元嘅開支，可見政府今次都係落足本，真係想幫到有需要嘅市民。應對日常生活嘅開支壓力，尤其而家物價日日升，每日交電費、交租金都越來越貴。呢個加幅雖然唔係話好大，但都可以幫大家頂解，缺少少實際困難。對於長者同傷殘人士來講，真係雪中送炭啦。講完整體嘅調整情況，接落來就係大家最關心嘅部分，各項津貼具體加咗幾多，新金額係幾多？我同大家逐樣講。首先，從公共福利金裏面嘅3大津貼開始，分別係高齡津貼，街坊們慣叫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傷殘津貼分普通同高額，每一樣都有明確嘅新舊金額對比，大家可以對號入座，睇下自己領嘅津貼加咗幾多。開始前記住讚好、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啟通知鐘，唔好錯過最新更新啦。第一樣，高齡津貼，也就是我哋成日講嘅生果金。相信好多70歲以上嘅長者街坊都有領。呢個津貼最抵嘅地方就係無需經濟審查，只要年齡夠，係香港居民，基本上都可以申請到。2025年嘅金額係每月1640港元，今次加2.2%之後，新金額就變成1675港元啦，每月多咗35港元，一年12個月加起身都有420港元。對於長者來講，都係一個唔錯嘅補助，積少成多，總好過冇嘛。而且要注意嘢，生果金嘅申請年齡係70歲或以上，唔使查你有幾多存款，有冇收入，只要你通常在香港居住，無離開香港超過規定時限，同埋無領取其他同類嘅長者津貼就可以申請。好多長者街坊可能會擔心，我係非永久居民，夠唔夠資格？可以嘅，只要你持有香港居民身份，年齡夠70歲，居港規定符合，就算非永久都一樣可以申請。只不過要多準備一樣回港證或者簽證身份書嘅副本咋，好簡單。第二樣，長者生活津貼，呢個津貼就同生果金有少少唔一樣，佢係針對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嘅長者，所以需要進行入息同資產審查有。2025年嘅金額係每月4250港元，加2.2%之後，新金額就變成4345港元，每月多咗95港元，一年下來就多咗1140港元。呢個加幅相對來講就比較明顯啦，可以幫有經濟困難嘅長者減輕少少生活負擔，比如買餃、交租金都可以鬆動少少。好多65到69歲嘅長者街坊可能未夠年齡領生果金，但經濟條件又唔係好好，呢個時候就可以考慮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啦。不過要注意，因為需要經濟審查，所以要符合入息同資產上限。具體嘅上限金額，我後面會同大家詳細講，大家唔使急。
另外，呢個津貼都係要求通常在香港居住，無離開香港超過規定時限。申請嘅時候需要提供相關嘅入息同資產證明，比如銀行月結單、強積金記錄等等。不過都唔複雜，準備齊文件就得啦。第三樣，傷殘津貼。呢個津貼係針對嚴重傷殘人士嘅，分為普通傷殘津貼同高額傷殘津貼兩種。最利好嘅地方都係無需經濟審查，只要經過醫管局或者衛生署評定為嚴重傷殘，符合居港規定就可以申請。首先講普通傷殘津貼，2025年嘅金額係每月2095港元，加2.2%之後，新金額變成2140港元，每月多咗45港元。高額傷殘津貼2025年係每月4190港元，加2.2%之後變成4280港元，每月多咗90港元。對於傷殘人士來講，日常生活可能需要更多嘅開支，比如購買輔助器具、支付醫療費用、請人照顧等等。所以呢個津貼嘅加幅雖然唔係特別大，但都可以幫到佢哋減輕少少負擔，改善一下生活質素。好多傷殘人士街坊可能會擔心我嘅傷殘等級夠唔夠？唔使擔心，只要你經過正規醫療機構評定，確認為嚴重傷殘就符合資格。申請嘅時候提供相關嘅傷殘證明或者醫生報告就得啦。接落來就係大家最關心嘅2026年綜援嘅最新金額，包括標準金額、租金、津貼同其他補助，全部都係加咗之後嘅金額。大家可以睇下自己如果申請，每月可以領到幾多錢？首先係標準金額，今次加咗2.2%，各類別嘅新金額如下：單人、長者或者傷殘人士每月4345港元；二人家庭全部係長者或者傷殘人士，每月8690港元；而需要經常戶袋單身人士津貼由7225港元加至7385港元。呢個標準金額係每個領綜援嘅人都可以領到嘅基本金額。如果你有其他特殊情況，仲可以領到額外嘅補助。比如，如果你係單身長者，領綜援嘅標準金額就係4345港元，比之前加咗95港元，每月多咗95港元。購買幾斤菜都係一個唔錯嘅補助，減輕少少生活壓力。然後係租金津貼，今次加咗1.3%。租金津貼嘅金額主要根據你家庭嘅人數來定，最高金額如下：單人家庭每月最高2555港元，二人家庭每月最高4510港元，三人家庭每月最高5410港元，四人及以上家庭每月最高6095港元。呢個租金津貼係用來幫領綜援嘅家庭支付租金嘅。如果你係自己買樓住，冇交租金就領唔到呢個津貼。但如果你係租屋住，就可以根據你嘅租金金額申請相應嘅租金津貼，最高可以領到上述嘅金額。好多領綜援嘅街坊都係租屋住，租金壓力好大。今次租金津貼加咗1.3%，雖然加幅唔大，但都可以幫佢哋減輕少少租金負擔。比如單人家庭，每月最高可以多領35港元，一年下來都有420港元，積少成多，總好過無經。需要注意嘅係，申請租金津貼嘅時候，一定要提供租金收據或者租約，證明你確實在租屋住，而且租金金額符合相關要求先至可以領到。除咗標準金額同租金津貼之外，綜援仲有其他嘅補助，比如長期個案補助。如果你連續領取綜援滿12個月，每年就可以領到2715港元嘅長期個案補助。呢個補助可以用來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衣物、家具等等，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另外仲有膳食補助、醫療補助、傷殘照顧補助等等，根據你嘅實際需要來發放。比如你有小朋友讀書，可以申請學費補助；你身體唔好，需要長期用藥，可以申請醫療補助。總之，政府會盡量幫大家解決實際困難。講完咁多關於福利金同綜援嘅加幅、金額、資格，接落來就係最實用嘅部分申請所需文件。無論你係申請公共福利金嘅三大津貼，定係申請綜援，都需要準備相應嘅文件。我同大家分類講清楚，大家可以提前準備好，避免到時漏帶文件，要多跑幾次。首先，無論申請邊一種福利，都需要準備嘅基礎文件有兩樣。
第一樣，香港身份證副本。如果你係11歲以下嘅小朋友，就提供出生證明副本。第二樣，住址證明。住址證明可以係水電煤賬單、銀行信件、租約、差餉單等等，只要係顯示你姓名同香港住址嘅文件就得，而且文件嘅日期最好係近3個月內嘅，確保你嘅住址係最新嘅。另外，如果你係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無論申請邊一種福利，都需要多準備一樣回港證或者簽證身份書嘅副本，證明你嘅居港資格。下面我分別同大家講下申請每一種津貼同綜援還需要額外準備嘅文件。第一，申請高齡津貼生果金，除咗基礎文件之外，仲需要準備銀行賬戶信息，因為津貼一律係自動轉賬到你嘅香港銀行戶口，所以需要提供銀行戶口嘅詳細信息，比如銀行名稱、戶口號碼等等。最好係列印一份銀行月結單嘅副本，確保戶口信息正確。另外，如果之前你有領取過其他長者津貼，需要提供相關嘅取消證明，證明你而家冇領取其他同類津貼，否則就不能重複領取。第二，申請長者生活津貼，除咗基礎文件同銀行賬戶信息之外，因為需要進行入息同資產審查，所以仲需要準備入息證明同資產證明。入息證明包括薪金單、強積金記錄、僱主證明如果你有工作，或者銀行月結單如果你無業或者自僱，證明你嘅每月收入。資產證明包括銀行存摺、銀行月結單、定期存款單、物業擁有權文件、股票基金證明、保單現金價值證明等等，證明你嘅資產總值符合上限。另外，如果你有租住房屋，仲需要提供租金收據或者租約，方便計算租金津貼如果有。第三，申請傷殘津貼普通高額，除咗基礎文件同銀行賬戶信息之外，最關鍵嘅係要提供傷殘證明或者醫生報告。呢個文件需要由醫管局或者衛生署頒發，證明你經過評定為嚴重傷殘，符合傷殘津貼嘅申請資格。如果係新申請，需要提供近期嘅醫生報告；如果係續領，之前嘅傷殘證明仍然有效，可以繼續使用。不過，如果傷殘情況有變化，需要及時向社署申報，並提供新嘅醫生報告。第四，申請綜援，因為係以家庭為單位申請，所以需要準備全家嘅文件。除咗每個家庭成員嘅基礎文件之外，仲需要準備以下幾類文件：一、入息證明。全家每個有收入嘅成員都需要提供入息證明，比如僱員提供薪金單、強積金記錄、僱主證明；自僱人士提供銀行月結單、過去12個月生意記錄；退休人士提供退休金發放通知、銀行入賬記錄；無業人士提供銀行月結單，證明自己冇收入。二、資產證明，全家嘅資產證明包括銀行存摺、銀行月結單、定期存款單、物業、土地擁有權文件、保單、現金價值證明、股票、基金證明、車輛登記證以及其他貴重資產嘅證明。所有文件都需要係過去1年內嘅，確保資產信息係最新嘅。三、特殊情況文件，如果係已婚或者離婚，需要提供婚姻證明或者離婚證明；如果有子女，需要提供子女嘅監護權文件；如果有家庭成員係傷殘人士，需要提供傷殘證明或者醫生報告；如果係租屋住，需要提供租金收據、管理費單、差餉單；如果有小朋友讀書，需要提供學費單，用來申請學費補助；如果有家庭成員需要長期就醫，需要提供醫療收據，用來申請醫療補助。需要注意嘅係，所有文件最好都準備原件同副本。遞交申請嘅時候，社署職員會核對原件，然後收取副本。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漏帶原件，否則可能會無法遞交申請。另外，文件嘅副本最好係清晰可見嘅，唔好模糊不清，避免影響審核效率。講完所需文件，接落來就係申請渠道。無論你係申請公共福利金嘅3大津貼，定係申請綜援，都有3種申請渠道。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方便，選擇最適合自己嘅渠道，好簡單啫。第一種渠道，網上申請，呢個渠道最方便，無需出門，喺屋企就可以完成申請。
大家可以登錄社會福利署嘅社會保障電子服務系統，註冊一個賬戶，然後根據系統嘅提示填寫申請表格，上傳所需文件嘅副本，提交之後就完成申請啦。提交申請之後，大家可以通過系統查詢申請進度，好方便快捷。不過要注意，網上申請需要有電腦或者手機，而且要熟悉基本嘅操作。如果係長者街坊唔識用電腦，可以叫屋企人幫手，或者選擇其他渠道。第二種渠道，郵寄或者親身投遞。大家可以先到社署嘅網站下載相應嘅申請表格，填寫完表格，準備好所有文件嘅副本，然後寄到你所屬嘅社會保障辦事處，或者親身帶到辦事處投遞。如果係親身投遞，職員會即時核對你嘅文件，有漏大嘅可以及時補充，避免浪費時間。如果係郵寄，建議大家用掛號信，確保申請表格同文件可以安全送達，而且要留好掛號信嘅收據，方便查詢。第三種渠道，親身辦理，呢個渠道最適合唔識用電腦又唔想郵寄嘅街坊。大家可以帶齊所有文件嘅原件同副本，親身到你所屬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向職員提出申請，職員會幫你填寫申請表格，核對你嘅文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即時諮詢職員，非常方便。不過要注意，辦事處可能會有排隊嘅情況，大家可以選擇工作日嘅非繁忙時間去，比如上午9點到10點，或者下午2點到3點，這樣可以節省排隊時間。另外，無論你選擇哪一種申請渠道，如果有任何疑問，都可以致電社署嘅熱線電話23432255，諮詢相關嘅職員，職員會用廣東話同你詳細解答，幫你解決申請過程中嘅各種問題。大家唔使怕，唔識申請，有問題就打電話啦。講完申請渠道，接落來就係大家最常問嘅一些疑問。我收集咗好多街坊經常詢問嘅問題，逐一同大家解答，確保大家在申請同領取福利嘅過程中冇任何疑惑，輕輕鬆鬆攞到福利。第一個常見疑問，今次福利金同綜援加幅係一次性加，定係每年都有加？答：今次嘅加幅係根據社援指數嘅年度變動來執行嘅，屬於年度調整。通常每年都會根據物價嘅變動調整一次福利金同綜援嘅金額，確保福利能夠跟上物價嘅漲幅，幫大家減輕生活壓力。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只要物價上漲，福利金同綜援都會相應調整，唔會係一次性加幅。第二個常見疑問，我已經係領取福利金、綜援嘅街坊，加幅嘅金額會自動到賬嗎？需要重新申請嗎？答：唔使重新申請。如果你本身已經係領取福利金或者綜援嘅街坊，加幅嘅金額會自動到賬，社署會自動將你嘅津貼金額調整為加幅之後嘅金額，無需你再提交任何申請或者文件，非常方便。而且加幅係追溯到2026年2月1日生效。如果你2月份嘅津貼未按新金額發放，社署會補返差額俾你，唔會蝕底兒。第三個常見疑問，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同綜援可以同時領取嗎？答：唔可以，呢三種福利唔可以同時領取，只能選擇其中一種領取。比如你領咗高齡津貼生果金，就唔可以再領長者生活津貼或者綜援；你領咗綜援，就唔可以再領高齡津貼或者長者生活津貼。所以大家申請之前要根據自己嘅實際情況，選擇最適合自己嘅福利，避免重複申請，否則會被取消資格。第四個常見疑問，我嘅資產或者入息剛好接近上限，夠唔夠資格申請？答：只要你嘅資產同入息嚴格低於規定嘅上限，就符合資格。如果剛好等於或者超過上限，就不符合資格。假設你係單人健全成人，資產有265,000港元，剛好等於資產上限，就唔符合資格。如果資產有264,999港元，低於上限，就符合資格。所以大家申請之前一定要仔細計算自己嘅資產同入息，確保符合要求。第五個常見疑問，申請福利金、綜援需要收費嗎？審核需要幾耐時間？答：申請福利金同綜援完全免費，無需交任何手續費。大家千祈唔好相信一些中介機構話可以幫你快速申請、收取手續費，呢啲都係詐騙。至於審核時間，通常係申請提交之後大約4個星期內，社署會通知你審核結果。無論通過與否，都會有書面通知或者電話通知，大家耐心等待就得啦。
第六個常見疑問：如果我申請被拒絕，可以上訴嗎？答：可以。如果你對審核結果不服，覺得自己符合資格，但被拒絕咗，可以在收到拒絕通知之後嘅14天內，向社會保障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提交相關嘅證據同文件。上訴委員會會重新審核你嘅申請，公平公正地作出判決。所以大家如果覺得自己被誤判，可以通過上訴來維護自己嘅權利，唔好輕易放棄。第七個常見疑問：領取福利金。綜援期間我嘅情況有變化，比如找到工作、資產增加，需要向社署申報嗎？答：需要，一定要及時申報。領取福利金同綜援期間，如果你嘅情況有任何變化，比如找到工作、收入增加、資產增加、離港時間超過限制、住址變更等等，都要在變化發生之後嘅14天內主動向社署申報，提供相關嘅證明文件。社署會根據你嘅新情況調整你嘅津貼金額，或者取消你嘅資格。如果唔申報，屬於瞞報，一旦被發現就會被取消資格，追回之前領取嘅津貼，仲可能會被追究法律責任。大家千祈要注意。第八個常見疑問：我係傷殘人士，行動唔方便，唔可以親身去辦事處申請，有冇其他辦法？答：有。社署有提供上門服務，如果係傷殘人士、長者或者其他行動不便嘅人士，無法親身去辦事處申請，可以致電社署熱線申請上門服務，社署會安排職員上門，幫你填寫申請表格、核對文件，方便你完成申請，非常人性化甜。第九個常見疑問：津貼係每月幾號到賬？可以選擇領取現金嗎？答：津貼一律係每月自動轉賬到你指定嘅香港銀行戶口，唔接受聯名戶口，亦都唔可以領取現金。至於到賬時間，通常係每月嘅最後一個工作日。如果遇到公眾假期，就會提前到假期之前嘅工作日到賬。大家可以留意自己嘅銀行戶口通知，無需擔心收不到津貼。第10個常見疑問：我係香港永久性居民，但長期在內地居住，夠唔夠資格申請福利金？綜援答：唔夠。無論你係永久性居民定係非永久性居民，都需要符合通常在香港居住嘅要求，也就是說你嘅主要居住地係香港，而且離開香港嘅時間唔可以超過規定嘅限制。福利金同綜援嘅離港限制有少少唔一樣，前面已經講過。如果你長期在內地居住，唔符合居港規定，就唔夠資格申請。就算你係永久性居民都一樣。講完呢啲常見疑問，相信大家對2026年公共福利金同綜援嘅調整已經有咗好清晰嘅了解啦。最後我再同大家總結一下重點，方便大家記憶。2026年2月1日起，公共福利金、高齡、長者生活、傷殘津貼同綜援標準金額一律上調2.2%，綜援租金津貼上調1.3%，追溯生效。而高齡津貼生果金，70歲以上無需經濟審查，每月1675港元。3. 長者生活津貼，65歲以上需經濟審查，每月4345港元。4. 傷殘津貼，嚴重傷殘無需經濟審查，普通每月2140港元，高額每月4280港元。5. 綜援，低收入、無收入家庭每個人需經濟審查，以家庭為單位申請，標準金額同租金津貼均有上調。6. 申請渠道，網上、郵寄、親身，有疑問打熱線23432255。7. 重要提示，唔好瞞報入息、資產，及時申報情況變化，唔可以重複領取福利。各位街坊，今次嘅福利調整真係政府為有需要嘅市民做嘅一件好事。雖然加幅唔係特別大，但都係實打實嘅補助，能夠幫大家減輕少少生活壓力。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家人、朋友符合相關嘅資格，千祈唔好錯過，盡快準備文件，提交申請，攞到屬於自己嘅福利。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將呢份文案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街坊，尤其是長者同傷殘人士。好多長者街坊可能唔識上網，唔知道福利調整嘅消息，大家多分享，多提醒，讓更多有需要嘅人能夠受益，一起互相幫助，讓香港變得更溫暖。最後祝各位街坊身體健康，生活愉快，2026年一切順利，都能領到屬於自己嘅福利，減輕生活壓力，日子越過越舒適。
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唔明白嘅地方，隨時可以致電社署熱線查詢，或者留言問我一定盡力幫大家解答。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好多謝大家嘅收看，記得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人。下次有其他福利消息再同大家詳細講，拜拜。